家平安，欢迎收听十一月初三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波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奇异恩典。现在是转向上帝的时候。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3章，总共有17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那时，施洗者约翰来到犹太的旷野传道，他说：“悔改吧，因为天国快实现了。”马太福音3章1到2节。你渴望过生命经历复兴吗？也许你曾经远离了上帝，以为再也无法来到他的面前。但上帝总是主动寻找那伤心破碎的人。当美国亚斯本里复兴爆发的时候，有11岁孩子见证其常年疾病经历神迹，有远离信仰的青年经历上帝超自然的爱，被吸引而回到上帝的面前。焦虑和忧郁也得着好转。我们来看第3章，在1到10节当中，一开始说，在那些日子，施洗的约翰出来，在犹太的旷野宣讲。他宣讲的是什么？你们要悔改啊，天国近了。第10节说，现在斧子就是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。在那些日子是指什么时候呢？是指约翰的宣讲的时候吗？你们要悔改，是因为天国近了。这个上帝国其实就在我们当中。而结尾说，现在又是指什么时候呢？结果子的时候，是审判的时候。结果子跟悔改是紧密连在一起哦。悔改是什么意思？让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。本来你走自己的道路，照自己的意思在走，以至于那些时候可能你没有目标，你很茫然，可能你很挫折，很伤心哦。那些日子跟现在呢？现在你要怎样？你要成为，你要结果子，你要悔改，就一个好像2个极端哦。施洗约翰的信息主要在呼喊说，不要自以为是了。你自认为自己有的条件、有背景、成就、才能，或者是权势，没有一样是可以救你脱离上帝的审判。所以施洗约翰说，悔改吧。悔改不是情绪上的触动，或者是心理的治疗。悔改是回转，从那自以为是的价值和生命转向上帝哦。回来跟上帝的心意，回到上帝心意的生命，结出果子。越是自以为是的，越需要被叫醒哦。问题是哦，你常常自以为是吗？如果是，就需要回转向上帝。马太福音3章11到17节，他说：“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。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子也不配。”注意哦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约翰说他用水给施洗，但是那将
在我后来的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尽他的谷物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。到大概15节后面说，耶稣回答他：暂且这样做吧，我应该受你的洗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履行全部的义。于是呢，约翰就依了他。耶稣受洗了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看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看见上帝的灵降下，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。这里说看这时候天上有声音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看到一开始说能力比我更大的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能力是指审判，就是要扬尽他的谷物，把这些不合乎神心意的要用火把它灭掉。结尾说什么？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我所喜爱的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何耶稣是神的爱子？我们是神的爱子吗？是神所喜爱的吗？还是要被烧的这一些的糠皮耶稣从加利利往约旦河去见约翰，要请他施洗。约翰拦住他说：我应当受你的洗礼才对你反而来找我。可是耶稣回答他现在就这样做吧，因为这样做是实行上帝的要求。和本说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答应了。我们可能会问他是上帝的儿子，需要这样做吗？何必像法利赛人他们接受洗礼呢？他要拯救人就说一声就好了，为什么要那么麻烦？因为这样做是实行上帝的要求。马太福音这里说的义，或者是说上帝的要求，是要表明上帝的儿子进入到人的苦难当中，与痛苦的人同行，给他们尊严和声音，叙述他们的故事，让他们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和尊严，能够体会到这位爱人类的天父的心意。所以当耶稣进入到人的苦难当中，你知道受洗进入到水里表示一种死亡灭亡，但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新的生命当耶稣进入到人的苦难当中，他呼召跟从者与在困境的人同行，让他们活出天父儿女应有的样子。所以尽诸般的义，或者是现代中译本说这样做是实行上帝的要求，是基督的跟从者每一天都应该尽的。我们来思想为什么施洗约翰严厉责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？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应该如何结出和与悔改相称的果子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慈爱信实的神，你为我们预备救恩的道路。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受洗回转归向你的时候，你恢复了我们做儿女的身份我们也要为那些尚未认识你的人祷告，求主开启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在此时此刻也能够听到主的声音，回转吧，让他们能够转向你，并得到真正的平安，永恒的救恩。主，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，使用我们的声音，
把人带到你的面前，同得福音的好处。谢谢耶稣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天天浸泡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我们明天再见哦。